可拆式設計，耳仔同埋耳罩都可以拆出嚟嘅。有個限時嘅獨家優惠咧，就係我哋會送多一對 Ear Cup 啦，做到拼色嘅效果啦，有晒藍牙 5.3 USB-C 輸入 3.5mm 內置無線 adapter， 可以 lossless mode 低延遲模式 Auracast， 有埋主動降噪功能，100個鐘頭超強續航力，咁多功能加埋晒，你就可以聽歌啦、睇戲啦、打機啦、開 Zoom meeting 啦、玩樂器，全部一個你可以搞掂晒。感覺都幾震撼㗎！呢嚿嘢攞喺屋企睇戲咧，真係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機店長。跟住同大家介紹咧，就係我頭上面戴住呢對靚聲百變藍牙耳機，無論喺外形上啦，同埋功能上咧，係市場上咧極少有嘅。價錢上邊咧，我哋有個限時優惠帶俾大家，1000美咧已經有交易㗎啦，仲會額外有贈品添。玩開吉他、夾開 band 嗰啲咧，一定識啊！呢個 Fender 呢個牌子咧，出吉他啊、出啲 M 啊、出音響啊嗰啲咧，都去到一個一哥嘅地位㗎啦。咁佢啱啱咧進入呢個藍牙耳機市場咧，佢變化多端嘅程度咧，包括有兩方面嘅。第一咧就係佢個外表啦，你可以咧換咗顏色啦、配搭啦，掹出嚟換第二隻色落去都仲得嘅。咁另外就係佢個功能方面啦，佢嘅輸入方面咧應該係市場上最齊全㗎啦，藍牙 5.3 啦，直接插 USB Type C 或者咧插 3.5mm 線咧，亦都可以嘅。仲有一個最秘密武器咧，收埋喺隻左耳入邊嘅，你揭開隻左耳，跟住入邊咧有粒細細嘅 dongle 咧，呢粒 dongle 就緊要咯。嗱，大家知道 iPhone 聽歌咧，如果用藍牙嘅話咧，只可以行到 ACC， 即係個音質咧都係受藍牙制式咧去限制嘅。但係有咗呢粒嘢咧，就算 iPhone 都可以享受到 lossless 嘅音質，插落個電話度咧，佢哋接駁嘅模式咧就唔再係藍牙啦。入邊咧可以有幾種制式嘅，包括咧有呢個 lossless 咧低延遲模式啦，仲有一個叫 Auracast， 用一部手機駁兩個耳機一齊去睇同一套戲都得嘅。尤其是係睇戲嘅時候，嗰種壓迫感同埋現場感啊，真係唔係講笑噶。而家我就用呢個龍耳診嘅耳仔咧，另外用錄音機咧錄俾大家聽嘅，播 YouTube， 跟住咧用咗 dongle 咧，用一個叫低延遲模式，係啱睇戲同埋打機用嘅。感覺都幾震撼㗎！呢嚿嘢攞喺屋企睇戲咧，真係正。咁跟住咧，我哋用嗰個 lossless mode， 即係再靚聲啲，用呢個 dongle 咧駁落去。呢啲咁嘅環境，梗係要請埋蔡琴姐出嚟添啦。是誰在敲打我窗？跟住講下佢功能方面有幾百變啦。咁首先佢係一個可以直接藍牙 5.3 駁落你手機嗰度啦。咁第二咧就係可以用 USB-C 用線咧直接駁落手機咧，音質咧會更加好，因為藍牙壓縮上面咧始終有啲限制啊。仲有咧有 3.5mm 咧，你可以駁啲樂器啊，即係譬如飛機店長咧有時喺屋企彈琴咧，夜晚就攞個 3.5mm headphone 線咧就駁落個琴度。第四個 input 咧就係呢個 dongle 啦。大家知道 iPhone 咧藍牙只可以行到 AAC 呢個制式嘅啫嘛。如果你用咗呢粒 adapter 咧，咁你可以有3個唔同模式。第一咧就係一個叫 lossless mode， 咁去到咧 96kHz 24bit。第二個模式咧就係一個叫 low latency mode， 將個延遲咧減到最低㗎啦，啱晒咧我嚟打機啊、睇戲啊。第三個模式咧好過癮，我都係啱先學識嘅，呢個叫藍牙一個新嘅玩法，就叫 Auracast， 就可以用呢個 USB dongle 啦，同時間駁住2個或以上耳機，可以一齊聽同一首歌或者睇同一套戲啦。你聽到音樂啦？呢個白色嘅耳機咧，亦都同時間聽到同一首音樂喎，咁即係話可以男朋友、女朋友一齊聽啦。仲有一個細心位咧，就可以獨立較大細聲啦。同埋如果你另外仲有一啲 support 藍牙 Auracast 功能嘅耳機咧，可以駁埋3個一齊聽咧，都仲得噶。ANC 主動降噪功能就係基本嘢啦，啱晒你搭車啊、搭飛機啊嗰啲咧，咁咧就唔怕出邊嗰啲噪音咧嘈住晒啦。咁跟住講下佢 modular 嘅設計啦，呢件事咧都幾得意嘅。個耳機咧翻嚟咧黑色同白色咧應該係咁樣嘅。咁我哋而家有個限時嘅獨家優惠咧，就係我哋會送多一對 Ear Cup啦。送嗰個咧就係呢隻色嘅磁吸嚟嘅啫，想型啲嘅，唔想成日齋黑齋白嘅，做到拼色嘅效果啦。咁如果你買黑色嘅咧，翻到去咧就會係黑色嘅耳機、黑色嘅 Ear Cup。咁另外咧，佢個耳機都可以拆出嚟嘅，有兩個好處嘅。呢個白色柄插翻個黑色耳機，再撞埋個橙色嘅 Ear Cup咧都仲得。因為好多耳機咧都係呢個耳墊咧係有得換，但係上邊呢條柄咧係冇得換嘅。咁但係我哋條柄咧亦都可以買得到嘅。仲有一個市場上真係未見過嘅功能，右耳呢度仲有一個細暗格嘅銀色呢嚿咧，就係佢粒電池嚟嘅。他朝如果佢真係有問題咧，你可以自己更換得到嘅。夜晚放工啦，我哋特登落到嚟觀塘度試下啦。
我用呢個藍牙耳機駁落我手機錄音啦。而家你聽到咧係經過個耳機錄音嘅聲，現場環境你見到有巴士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聽下咧現場環境聲啦。咁你見到就係用呢個手機現場環境嘅聲音就係咁做啦。再翻返轉頭啦，去到我哋用經過耳機錄音，咁你就可以睇到佢呢個收音咪呢個抗噪能力去到邊度啦。再加上佢有100個鐘頭超長嘅續航力，就算你開咗主動降噪功能咧，都可以聽到50個鐘頭。即係去一次旅行咧，基本上都唔使叉電。我好中意佢呢粒好似 joystick 咁嘅，可以上啦、下啦、左右啦，跟住仲可以撳埋落去啦，好容易理解啊！撳落去就係播啦、play 啊、接聽啊、收線啦，上下咧就係大聲細聲，左右咧就係前後。賣你1000零蚊一個耳機，有晒藍牙5.3 USB-C 輸入3.5mm 內置無線 adapter， 可以 lossless mode 低延遲模式 Auracast， 有埋主動降噪功能，100個鐘頭超強續航力，咁多功能加埋晒，你就可以聽歌啦、睇戲啦、打機啦、開 Zoom meeting 啦、玩樂器，全部一個你可以搞掂晒。我相信 Fender 下次再出咁多功能 headphone 咧，絕對唔會係呢個價噶啦。希望大家中意飛機點樣呢個推介啦。喂，咪住，記得 download 我哋手機嘅視頻，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 入邊有晒我哋最新優惠同埋最新推介。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